我是对金门来的金门阿凯。大家拢讲金门有地色，我就想，有吗？其实嘛无啥好嘛。有人讲是金门大桥，啊，都一条桥尔尔，台湾嘛真侪桥。起10年，阮爸所讲，这条桥无起好，我就袂结婚。啊，结果咧，桥也无起煞，我就出生啊。毋是桥起的速度伤慢，是阮爸等袂赴啊啦。啥物？你有去无？我即马无法度决定，因为是 Q 阮听无，啊 Q 其实是每一个所在无共特别特色。小等下，对啊，听我讲一句，好来来，这表示你去的所在无够济。台语真正是万底千客，台语有足侪音，所以呢，咱人就是爱定定出去行大，爱像孝顺的安尼。爱吃，因为伊去足侪所在，你是走路吗？无啦，伊啥物足侪所在，你都捌去啦？无啦，伊去干无啦？走路迄是另外一个啦。顶一集有来啦，顶一集有来。迄是阮师伯，我知影。走路，咱就是爱。什么语言拢有伊的美妙，甲伊好听，甲伊优点，只是一开始接触咱听无，但是无要紧，咱私底下呢，搁去找伊 talk，伊就一句一句甲你解说。